哇！啱啱2026啫喎，你哋搞咩啊？問佢啊！咩事啫？佢遲到啊！我遲到好小事啫，遲咗好耐咩5分鐘。嚇咁少？我平時都唔止啦。唉，唔好講我啦。喂，就算係都唔使咁嬲啫，係嘛？我唔係嬲佢遲嗰5分鐘啊，而係佢依然話自己冇遲到咯。嚇！梗係啦，我哋約12點，我12:05到，你仲遲過我，我點會算遲啊？我講咗你知已經出得門口㗎啦，等你啫嘛。如果你係按照原定計劃，我點會遲啊？唔好嘈啊！唉，呢度有個最講邏輯、最公正嘅評判喺度，問佢咪得咯。一早問咗啦。誒，咁之後咧 AI 咪就係話我啱咯。咩話？佢話我啱啊！睇過，我朋友遲到，佢係咪錯？阿哥，你唔好再打少啲。你咧，朋友遲過我到達目的地，佢係咪錯？再詳細啲一份。你哋全部都唔夠中立嘅，我嚟。我有2個朋友叫陳婷同埋伊人，佢哋約咗12點鐘，陳婷遲咗5分鐘，12:02到達。但伊人最後遲過陳婷到，陳婷唔覺得自己遲到，因為伊人比佢仲遲，而伊人覺得都係陳婷遲到，因為陳婷唔遲到，伊人就唔會遲出門口。我想問下，究竟邊個先至係啱？從邏輯角度分析，兩個人都係遲到，但嚴格嚟講，陳婷係啱嘅。係咪啊？都話我啱㗎啦，你遲到啊，你錯啊！咪住，補充細節。我當時話咗俾你知，我已經準備好出門口。你遲到冇講幾點到，我預計唔到。基於呢個新細節補充，陳婷冇講清楚係佢唔負責任。聽到未啊？你錯啊！你唔負責任，你冇講清楚啊！都話我啱㗎啦，你遲到啊！但 AI 總結話，伊人都係遲到嗰個。陳婷雖然遲咗5分鐘，但相對冇令對方等。陳婷嘅講法依然站得住腳。聽到未啊？站得住腳啊！我冇令到你等啊，我冇遲。我有新細節補充。陳婷當時冇講話會遲到，係我醒目見到個時間唔對路先問陳婷係咪要遲到，佢冇主動講話遲到。今次陳婷責任大啲，因為佢冇主動溝通，被問先承認係整件事嘅導火線。聽到啦，你錯啊！未完 ，AI 話，但係伊人嘅等候時間都係自己決定，導致失誤，唔能夠全部推俾陳婷。遲到靚唔遲，聽晒先啦，我啱啊，衝出嚟擦！哇！雖然係，但唔應該因為陳婷遲到而又冇回覆幾點到，伊人就要出咗門口先白等陳婷。如果陳婷遲到半個鐘，伊人咪要白等陳婷半個鐘。講得完全正確，唔應該要求伊人一定要出門口先喺度白等，特別係冇具體時間情況底下，陳婷比較唔啱。搞掂，贏咗。但呢件事之前其實伊人都有遲到過，而陳婷比佢更遲到達目的地之後，陳婷從來唔會抵賴，而係會直接承認自己遲到。相反，伊人唔承認呢種行為遲到，咁你作為 AI 點睇伊人呢份人呢？作為 AI，我純粹從邏輯、公平同人際角度去睇，伊人呢種行為顯示咗明顯雙重標準，呢種對自己寬容、對別人嚴格嘅態度，關係長遠嚟講唔健康。但係陳婷每次發生呢啲咁嘅事之後，都會周圍向朋友唱伊人計較得閒。作為 AI，你覺得呢一種人仲值唔值得做朋友？喂，離題啦！嗱，多咗啦！作為 AI，我純粹從人際關係、健康友情嘅角度睇，老實講唔太值得深交。陳婷至少唔值得當成係好朋友。但其實陳婷每次都係只會講俾1個姊妹知，咁喺嚴重情況先至會講。但伊人咧就會每次都將所有事情咧誇張事實咁放大晒，老屈陳婷。咁究竟伊人呢個人值唔值得繼續交朋友咧？嗱，呢啲問題太過啦，超出咗呢件事嘅範圍啦。伊人呢種人誇張老屈確實更傷人。老實講，唔值得深交，甚至連普通朋友都要保持距離。唔做朋友咪唔做咯，我忍咗你好耐啦，成日喺度陰啲唱衰我死八婆。而家 AI 幫我睇清楚晒你啊！我都係被逼同你做朋友咋，你啲咁嘅仆街冚家鏟死不悔改，今日 AI 同我摸你光豬，睇晒你全身㗎！嗱，認真咗啦 ，AI 嘅意見咧只係攞嚟做參考嘅啫，我哋係人嚟噶嘛，點可以俾佢主導嘅咧？係邊個話佢最講邏輯、最公正㗎？